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客家電視台喺香港從事兒童嘅發展咯，希望成日打開電視，製造得有更多嘅學習。今日喺節目當中，我來到大家介紹一個全新嘅兒童節目。你係預先嘅節目按到乜解，到底係乜解呢？你喺節目當中嘅主持人冇簡單，有兩個。呢兩個都係抗金過嘅，一個係金鐘嘅楊thị，一個係呢兒童節目嘅最佳主持人。你呢下是來歡迎楊thị、阿弟姑、吳正迪，還有你阿權妹一起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弟姑。大家好，我係阿權妹。歡迎大家收看。馬雞，喧賓奪主有冇？我啱先是遲到了，貴張入陽鋪係當歡樂嘅哦，成日讓你都係互通聽着當歡喜。係啊，第一錄樣嘅時間，為什麼這一位阿弟姑會變做雞腿肉哥哥呢？係乜嘅原因呢？你個問題係其實係當上嘅問。而家係當超嘅幾變用呢？係啊，係按超，係咪雞腿肉哥哥？來都壓下喊啲，真正的答案係乜嘅？比較知道你懂秀色可餐，很神奇哦！黑大眼的幼稚園的小朋友，全部都喊起雞腿肉哥哥，就是好像總共有4間幼稚園，4間幼稚園一來就是雞腿肉哥哥，一來天窗還蠻開始溜樣，雞腿肉哥哥，成日要讓你哋包圍起來，係咪？對，那個是最難的啊！你我看嗰啲小朋友全部就那麼小，都3到5歲幼稚園聽，不過一上了以後，另外一個一來，那個哇，不要說我連他都站不住，你都會變做大樹，你都會向下動槍去雕公公啊你，錯，跟住就很多拳吹姐姐哦，對，因為阿權平常時那兩個人就會。阿弟姑，對，我就會阿權妹，那小朋友就是叫他弟姑哥哥，然後就叫我芹菜姐姐。哇，清定印象呢？係啊，係，你同用心來製作一個節目哈，聽講其實1年前呢就有開始來上愛，無論音樂啦、韓國畫面啦，就來設計。你看一相片，哇，看等一下，有安姑有姑。它算是就是這個節目的一個就是小吉祥物的感覺，而且聲音的看到機哦，全部都是呈現一個瘋狂狀態。當定印象，因為我係陪了去六強的4姑哦，所以我看到是當定印象。對，小朋友，你知道4姑只要隨便講話，做什麼動作。小朋友真係對他的那個敏感度非常高，係，我親堂去講給發錯嘛。係啊，節目當中呢有5台單元，非常用心嘅設計，老大家介紹一下好嘛？唔錯，你有樣5台單元嚟。呢個就係乜嘅？聰聰啊，出去唱歌誒。哦，出去唱歌。聽嘅係乜嘅音樂？我們會溫音嘅客家嘅音樂。對。還有第3個係手作單元。重塑周，重塑周，大家看哈，你鴉片哈，有啲圍裙哈。你看，一看就第一係唔嘅。一係我哋會征服。就是我們就是重塑周圍單元的時候啊，就是我們要圍這個圍裙，韓國就做很多，我們有做很多非常用心的那些勞作。到韓國那個規模很大，還懂太型呢哦。那2件圍裙差很多。有沒有？我就是非常非常乾淨。那就表示我懂音準。懂好搞。對，他跟小朋友在裡面根本就在打雞蛋。你看，大家看，哇！好棒哦！懂得一下，真的。呀，他其實行就是本身也全身都是我們作畫的這個工具，然後用不同的媒材用它來做出自家嘅東西。哦，我哋去搞做像是什麼非洲鼓啊，真的你用啥都清音整呢。對啊，地底包還有我們用那個軟殼亂畫去做。軟殼，你好客氣啊。蛋殼，亂畫用的那個蛋殼可以變成那個作畫的工具啊。我們拿來就是用它拼貼做那個臉梨，做穿山甲，還有做變色龍。很讚哦。係啊，還有把
有机会嘛，我要出生也叫他这以后，来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情哦，前班中我们的贤弟谷哥哥来教他做动手用的做。呢。你自己说。你们都会有一些朋友，他们会选我们一个小朋友跟一个哥哥或姐姐一组，然后一起做，用他来做那个我们手做的东西，就会。你竟然不敢讲，没有，其实我们两个人的美术的那个能力都不是很强，我们两个人就是对于这种手做的东西都会觉得有点困难。不过，但是硬着头皮还是得做，还有显一手抠哦，懂音准。对，还有做跟能力呀，还美感有问题呀，还某有都有问题。很多大拜拢来教他的妹妹啊，或者弟弟小朋友，做到一半几就就说可以吗？对啊，哎，你节目当中还问起有没有很可爱？生爷係最老實嘅哦，不過唔怕，我知道做節目就是老生爺向下教哈，見教見做見學習，哈，冇講標準嘛，個係最強，對，嘛個係唔強，哈，你很做，你搞到歡喜就最重要嘅，係啊，誒，該留洋嘅時間呀，全部都係英雄同城嘅事情咯，超很有趣，係啊，該留洋嘅時間留好。來聽講，當初以前講自家做嚟做保姆嘅係嘛？哦，真的，因為每次都應該本身就懂好要的聲音嘅，就很喜歡。對，雖然是還沒有當媽，但是很想要，就覺得有跟小朋友在一起懂快樂，就是看到他的很純真的樣子，純真的笑容。沒錯，而且你知道，他就是有些小朋友懂得你想要牽着你的手，然後就說姐姐我好愛你哦，就融化，真的，真的。我講起我也融化了。對啊，他們那個笑容，你看了就覺得哦，所有的什麼煩惱都沒了。冇錯啊，我今日看到鄭迪哈，因為之前看到佢就係做戲咩，可能做嗰種冇強用嘅角色哈，他成熟嘅，也係講下有啲反派嘅角色啦哈。今日看到佢之後，佢輕定一下，真係變做太哥哥咧。韓國有戲王西嘅婦幼，佢突生也向他跳舞，韓國生也學嘅變行啊嘅，本來而家搞人用要變做。生爺來搞人咯，乜嘅原因呢？本來我喺想講，哦，佢哋製作單位佢哋講，我去搞佢哋跳舞，我想講，其實因為我跳舞也沒有很好，我想說，跟我就落去向下，我咩學，然後佢哋向下來學跳舞，我就去，結果佢哋好懂講呢。我是複習的想法去的，可是我都還沒複習完，他們已經會跳了。生爺學習後真嘅非常非常的強啊！大家想象唔到哈，無論係語言啊，任何東西，他們就像這個海綿，非常努力的一直吸收，一直吸收。那個你做唔得看強生爺學習嘅能力咯。韓國人呀，順風嘅 partner， 佢當佢又會唱歌，又會主持，又會做戲，又會吐聲音呢，啊，冇問題。用啥個答題？你就講因為啊，看下節目單眼暗斗有沒有？剛剛講到動手做，還有哈，其實還有動畫，韓國彤彤啊，就是律動，跳來跳舞。說兩太單眼，這5個單元啊，做完之後，我們還有複習。對，因為講小朋友就是那個時間太短，怕他們一時沒有辦法記起來。我們還有複習的單元。對，這隱藏版，你有複習下這個動畫的語彙，然後還有複習衝狗部分，跳舞。所以我們自己貼心自己都說這個節目根本就是要學太多東西了，很困難。冇問題，因為兩位呢都係有土金哥嘅，做哋講係黃金組合。黃金組合呢，啲你客家電視台推出按用心嘅節目，我相信爸爸媽媽突然深夜空下來看，聽說有輕多嘅學習，很多的收穫，輕神奇哦。等下轉來哈，來現場我唱佢兩位為大家來演唱歌曲，好，到底我唱咩歌曲呢？係你乜嘅節目當中嘅主題曲哦，哈，請好聽。等下轉來，你出來彈歌曲了。再多走一步，
来的碰你处。是否给我跳，再多上一步，有股踩了踩，又多上一步。越放越高，越放越高，不是强，不是强，是否给我跳，再多上一步，有股踩了踩，又多上一步。越放越高，越放越高，不是强，不是强，太疏的相爱。太疏的，太疏的相爱，来爱人太疏的。一铺一铺，边碰民宿。哇，青米太水的香啊，真然有本太水涩涩的感觉诶。哎，小朋友共用，爱男太疏诶。真嘅，中國時間小朋友來男嘅嘛，就會來男太水，然後就開始站不穩這樣子。哇，好可愛哦！加葱呀，白水呀，歌曲係乜嘅地度其中一輯嘅主題曲係嘛？冇錯，因為我們每一集都會有一個主題，然後都會有專屬的一首主題歌。從鼓手，我們有8集就會有8首的主題歌曲。8首歌曲，韓國有特別通花係嘛？通花然後歌曲規則主題係特別嘅哦。對，比如講像剛才 Annie 唱嘅白樹誒，對，那我們的動手做的單元就會 Annie 發那個樹，畫那個大樹，對，就是整個都是 Q 哈來特別嘅動畫，也是為了樹量身打造的。誒，真嘅呢，規則節目吼做起來又內斂吼，又用心規劃過嘅吼，看起來有一氣呵成嘅感覺。小朋友看嘅時節，佢頭腦底度想嘅呢，有連貫，佢要知道講誒。當神氣，好嘅咩？清潔清水，當自然來好笑哦。佢有歌曲製作人呢係羅文義韻吼，係我嗱個節目嘅搭檔，我的 partner 哦。誒，佢也做爸爸咧，嗰時候做下童謠起來哈，有那一種心情，很有感覺，而且佢在運動腔，因為佢有一些歌曲，它會就是會有那種，比如說小朋友一步一步長大的那種感覺，因為佢要做爸爸，所以寫起來很深刻。對啊，你看啲錄音室，哦，你 Q 下來唱歌，還有小朋友 Q 下來錄音啊，哇，很令一下哦。喺啲錄音室唱歌嘅時節哈，我知道緊張嘛。哦，都緊張。營地會緊張啦。因為替拜進錄音室唱歌。係啊。對啊，因為大拜進錄音室，我啦就是碰起後面嘅有個配 OS 啊配音，替拜會替底部度。衝歌完全冇強樣，竟然唱歌也強冇呀！係啊，佢懂勁呀！高級嗎？他還是就是你知道，雖然就是很會演戲，但是也會唱歌。哦，用演的來唱歌。對，因為他像有一首歌，那個我要長大，然後他就有那種虎克船長的聲音，對不對？來一下，來一下。怎麼唱？太呀太，他就會邊嗓啊，變那種船長。對。太呀太，跳起也袂太。太呀太是水也袂太。對，你看你唱下這種歌曲，就可以把他的那個演戲的那種角色融入進去。唱歌嘅口氣就有戲感，嗱佢正常嘅。誒，練唱嘅時間有發清叫嗎？其實我知道，因為那個 Win 哥佢寫嘅歌曲啊，全部就係為聲音嚟量身打造的。鼓手學起來都簡單，我相信電視機頭前的小朋友聽從沒窮用，就很好學，朗朗上口。因為剛剛錄影有看到那個2個雙胞胎的小朋友，那個是我侄女，對，他們叫吵吵鬧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吵吵鬧，是不是吵吵鬧鬧？我知道了，人家是左左右，他們吵吵鬧鬧。對，記記得去錄音的時間哈，聽人係姑姑哦，對，我是姑姑，好可愛哦，很可愛，看起來都有自信哦。係啊，韓國語兩啥，雖然唔咩都唔會講客，唔過彈歌嘅彈嘅嘢就會唱嘅。誒，也咩係你做節目希望呈現本大家哈，其實當自然彈音樂，嚇你就做得教細嘢來講無強樣嘅語言，彈你客家講就做得來學客家話，啊你咩稱好啊嚇？嗰時細嘢呢來學貼片嘅，嘅阿弟姑唔記出嚟，你要來探班係嘛？
以后要喊你鸡腿肉哥哥嘞。因为我这几张也是刚3岁而已，然后他来探班就会来看那个跳舞啊、唱歌诶。我转去过后，大拜几看到我就讲。叔叔，我想他说国语的，他说叔叔，我想要看小鸡鸡，就是C骨哎，就是C骨哎，对对对，C骨啊，C骨係雞係蛇雞啊，成日咪講咧聽嘴妹咪講，係小雞係小雞雞，佢對人講哦，跟人家是擺張半機啊，馬上就 DIY 動手做啊，係啊，所以咧5隻單元地都是咁豐富哈，睇人成日窮下來搞，而且我做哥哥姐姐又辛苦嗎？对，每天就是溜样溜太啦，转天就是觉得全身疲惫，眼神空洞，但是心灵有满满的疗愈感。就是虽然讲当然其实我哋溜样溜动久的时间呢，其实很累，然后很疲累，但是我们其实不会觉得，就是我们还是笑笑的，因为心情都好，因为你可能成年就知道讲比较天真浪漫，还个就轻等一下。虽然身体轻甜嘞，就像我土生也没穷用哈，轻甜我讲我衰退了，不过看到佢嘅笑容，我就知道噔噔，很有充電的感覺，真嘅有安尼嘅感覺。係啊，呢個節目嘅節目哈，手本大家嚇到台灣認識乜嘅一隻節目哈，做哋再為大家介紹，還有乜嘅主題，有乜歌曲嘛？哦。其他的主题哦，比中共像刚刚他讲的那个我要长大，我要长大的主题是他要种子，种子是另外一首那首歌也很特别，这首歌曲on 到C仲颖，他的C仲颖小种子，佢就喺講動動無佢用嘅構字也係搶出一種音，因為全部都小小的客語叫做妮妮耶，很可愛，對不對？對，就妮妮耶。对妮妮的那种感觉，那就表示说这些小种子要长大，那需要就是大家的呵护，然后这些小种子要长大，那可能就是它小小的会躲起来的那种感觉，就有点那种躲猫猫的感觉，很可爱。很有懂得主题，对，韩国屌味，对，很多就会，他们小朋友都非常喜欢。对，懂得歌曲非常的朗朗上口，像屌伟我们做的动手做的单元，那个真的懂难，用一个，对，那个用衣架三强哎，然后再配粘土，纸粘土，就会做屌的系嘛？对，三强的做几个叶骨嘎做骨嘎，对，就是连那个翅膀也是做音没很强用，但是给三强的懂难熬，很硬，然后我们两个用给熬就熬我们团，然后还要用那个老虎钳要把它折断，就我们两个就没办法，很困难。每次都要不要我们手作单元最有趣的是，我们很多都是其实不用特别。是特别去买的东西，像刚刚讲的三强的不卡就有，还有那个松果，我们有用松果来做做猫头鹰啊、猴子啊，很多小动物。古时候其实哈，你迄讲我老生爷用下来做 DIY 嘅时间，唔是单单讲我一定要买乜嘅，你不卡油嘅东西，比如讲人家油一把，係嘛？係啊，人哋咩有做法哦？就做得，你甚至就做啊，人講而用聽某嘅肥樹嘅廢紙，唔做得堅嘅，頭擺你細去做嘛，去做玫瑰花，還講做其他嘅東西。嗰時人家節目哈有好戲，哇！你看相片。要做胎书，对，要就会做胎书哎，用嘛给做啊？脖子吗？脖子，韩国那个厚纸板，对，韩国 No Boy 就保那个牛皮纸。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做那本身呢，去改将用去改树，去改脚，就去沾那个颜料，然后就可以是。然后小朋友就是你看，这是我盖的，很可爱。係啊，你用帆布，韓國呢用身邊隨手做的拿來到嘅東西，就做得老師爺搞到當聽咧哈，本記得自己來做，也係教育出講很重視什麼五感的探索啦，而自己做啦，
也系做烘焙系嘛？这个是我们是在讲抢炊，这一集的主题是抢炊，跟做的东西啊，就是比如说用手边有的材料，煲子啊，要是什么保利龙条啊，就做抢炊出来。对，做抢炊。做干黑就是我们常在美食节看到那种很像食物美食料理的模型，什么薯条啊、炸龙虾啊，大概就有。很高鱼排呀，感觉罚。对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用纸折的花，也还用广告纸来折给嘛？对，杂志纸啊，也都可以。对，然后我们身上的装扮呢，都会塞你的娘咩？我要粘这里，我要粘这里。其实讲创意嘅技法都係用，去上乜嘅科目吼，看你嘅乜嘅就做得好嘅多。韓國你本身嘅節家吼來做，唔好驚，後尾唔好驚垃圾，唔像節目當中生嘅做嘅有造一件類似那種羽衣材質那種防水的，就做得本意搞到輕粉去咧，佢說唔是驚哦。韓國節目當中用心設計嘅通巴啦、鹽餚啦，本大家吼聽咱節目就做得聽通一下，非常嘅定一下。等下進到節目當中，在送本大家節目當中嘅歌曲，韓國唐記者吼來分享，主持到底有乜嘅挑戰呢？聊一下佢所陣都應付起來咧。蓋在咕嚕嚕，亦蓋在咕嚕嚕，亦蓋在咕嚕嚕，跳太極。亦蓋在哇啦啦，亦蓋在哇啦啦，亦蓋在哇啦啦，食東西。太五色色五色五色下果，卡子卡子卡哦哦，卡子卡子卡哦哦。太五色色五色五色下果，卡子卡子卡哦哦，卡子卡子卡哦哦。火米西，火米西，色啦色啦色，多包比比。哇，色豆包 BB， 很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唱歌的時間還有通作安尼聲音好清潔嘅。我哋青島聲音記得可能唔係客家人，唔可以講客家話。唔過嚟參加節目嘅錄音啊，透過童謠啊、通法安尼啊。大家向下衝衝跳跳，記得要講第一個單字安尼係嘛？哦，當會講，因為按教好可能比如講甲下個我們就會先教單字嘛，比如說魚，下發就會按你教會以後啊，我們就會說，因為我們當時就是第個會記係拿一條動態嘅太我係拿1米4然後我們就會說，那像地谷哥哥的手上的魚比較大的客家話是太，所以這隻魚是什麼？太對，小朋友就會說了。哦，韓做地老記得向下教錯嘛。係啊，嗰啲節目當中呢，2-3年呢會向下老師人教，人講玩中學就會安尼哦。韓國有啲道具，知道冇？聲人會向下來攻擊你們，係冇？對啊，像剛剛在用的嗎？對啊，我們就會拿大魚啊，太魚是聲，記得就會聲誒，就會太魚，就開始來教誒。故作輕易呀，太魚來攻擊，來識記得。係啊，唔過千年係咪本人健夫，太魚本聲嘅，叫你被淹沒有冇？因為聲音咧太多誒。裡面我的一開始那個我們在主題的時候，差不多20-30個學生，對，就小朋友。小朋友那個威力非常的強大。我做聲音係實在冇簡單，尤其一兩拳哈，一太拳咯，係講有嘅忽然間講咩嘅，哇！其他聲音全部就哇，就講入嚟哈。啲節目當中2-3年咁有乜嘅角色嘅分批啊，講而家做較像個人嘅秩序嘅風紀鼓掌安尼，伊個係聽聲音向下教嘅，咁有安尼分配。懂你，我想講，我們就是2個老師啊，在教小朋友講。
啊，你声也俺唔好做欣赏，俺唔好做欣赏，俺老记得空用。我跟他们是同一个位置，俺没声音的，你底不会读。哦，老记得空哈噶。超空哈好讲哈噶怕空哈高。会有点一起耍宝的感觉，就是他会站在跟小朋友他共用的这种角度来想事情来讲东西。老师古的对啊。对，给同谁古的黑共用的。那我可能就是比较温柔的姐姐，然后有时候太失控，温柔吗？真的很温柔，好不好？跟兄弟啊。有时候要出来管秩序这样子。哦，就出声音呢。哦，出声音呢，有想吃，像我们刚刚那个大鱼吃小鱼，那个小朋友会很入戏呀，他们会想说大鱼要来吃我，然后就开始乱逃。所以奶开始追，我开始追他们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失控了。对，就是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停下来。鼓手那时，这个时候姐姐就很重要。我就会出动另外一只鱼，就说来小鱼来保护你们了，然后我就把他们赶回去他们原本应该站的地方。哎，要真紧迄同好嘅方式啊，因为我这个老生人向较高的时节，佢就好讲啊，我迄比如讲佢讲，我迄太硬嘅，佢迄生硬嘅宝贝，佢就要疼你嘅安尼，佢就吃到有嗰種嘅有嗰種好像是依賴感、信賴感。本體佢吃到個高嘅時間呢，雖然做得高都無法無天，不過還係做得做都有一個避風港嘅感覺。對，而且要就是同樣的有 Q 用嘅想法，就不能說來小朋友回去自己的位置上，就要說來小魚保護你們，你們到中間，大魚就不會攻擊你們了。哇，真嘅都得做保姆了。要弄一種風聲，是按種對聲也沒看好啦。係啊，他們的想法也會就不會有那種被管秩序的感覺。不過佢要老生人向下來教哈，咁樣安尼，佢突然生人向下來造反呢，叫佢教到安尼要點睇安尼。哎呦，懂眼歪啊，很可怕。跟你勇敢噻，就是會盡量管秩序，就說你看哦，你們在畫樹，那怎麼畫到地固哥哥身上了呢？地固哥哥不是樹哎，所以我們要畫樹，不可以畫地固哥哥。跟生人全部按堂吧。如果跟他們站在同一個角色，不是真的像是在管秩序的話，應該還是算是可以控制。很周的啦，不過就是如果他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的話，該就告啊。就是他們一直畫我，如果真的沒有辦法，我想說我也身上也髒了，那我就畫回去。就是泰雅 Q 它就是我們可以讓那個樹變得有不一樣的味道，大家一起玩。就是可能他畫一畫會把他們畫回去樹上這樣子。剛好你在講的時間，佢講迄個生嘢幫我。我就幫走一我就講我就會聲音咧，我就會聲音咧。啊，古時候唔家下唔嘅圍裙啊，因為按到嘅時就會按嚟來嘅，就會按呢。嗰2-3年體拜了主持，我可能都按呢，默契以後哦。還不錯，我覺得。我覺得我們默契挺好的。有。我其實也有嚇一跳，因為我們原本其實是不認識的。不認識，韓國藝妹青社有老配音向他搭檔主持，所以其實我會同配音向他主持啊，一開始是不會有一些的講，因為會覺得就是你們兩個人的 tempo 要一樣，韓國2-3年又要有默契，會懂丟搭，然後這個可能不是短時間可以訓練起來的，懂梗就會開始來溜樣。但是我們其實沒有花什麼時間培養默契。你都完全喺啲節目以前冇認識咯，完全冇認識。你去看佢做戲，佢去看佢主持嘅節目，可能佢唔認識我，對不對？我真係默默無名。當然認識按獎，按要主持，按要唱歌，唱咯。嘿呀，按獎，錯嗎？少在那邊。對啊，我們在溜養以前就會練跳舞嘅時間。對，有見到面。不過就差不多半點鐘、1點鐘就分開了。練跳舞咩當輕欣賞，來搞你的肢體嘅律動啊。對，佢係怎樣咧？就是編兒童律動嘅欣賞，韓國佢編的舞，清涼。練跳舞嘅時候，好可愛哦。他要盡量的貼近聲音嚟做得跳的舞，但是我們又冇希望要的舞，嘿，董瓊真的很像很傳統的幼兒舞，我們希望它有一點點流行的元素，像我們的動作就是會有很多很可愛的手的動作啊，唔會懂難，但是你會覺得好像很流行的感覺。出錯鹽我強樣，雖然簡單朗朗上口，不過呢唱起來有流行味哦。真嘅，我們還有融合非常多的元素。有爵士，然後搖滾，
我们的编曲就是 Win 哥很用心，他找了非常厉害的编曲的老师，然后老亚的歌曲全部都编到大条歌有气感的主题，还有气感的风格。轻松有个唔难唱嘿，我们两个喜欢，所以来个小朋友其实咩懂中医的，懂多嘅歌曲。我今日听唔到唱吼，我要请中医咧。当其他看到节目播出嘅时间吼，大家好特色都会停定来看哦，睇颜色只向下来看吼。个第2合作，今日节目嘅时间呢，就本2、3呢，真心话大告白，有冇把对方讲呢？他先喝一杯水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现在来告白一下，我今天真的是要来告白，非常非常的真诚，而且阿弟顾告。中马干长尹丽雅他那个 Facebook 不是有那个动态时报回顾吗？对啊，因为前一波在滑动态时报的时候，吼。有没有看到？我把我的 FB 贴出来了。小鲜肉，小鲜肉。我那时候在看《古风少年》，就是 Anime 哈嘎天丝讨厌节目，然后呢就看那个刘飞轮在耍帅的时候，我就心里就哇塞。就被电到了，但是随着时间过去，我其实有点忘记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已经想不起来我那个时候就是对刘飞轮有动过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前一波也刚好录完节目。公某 GQ， 然后我就在滑 FB 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奇怪，原来我以前就是已经对刘飞轮有这么有好感了，是不是？哇！我来讲啊！好了，真心话到你给你讲嘞，好吧？他也对我很有好感，他现在在喝我的水。你要按的呢？来见总，你有冇去花？細細也一幾飛，唔好見識自己查好嘛？來見總啊！好了，你不要勉強，没关系。我其实很开心啦，因为我黑第一拜主持，所以也是第一拜有主持的搭档。你跟虽然讲，我之前可能会有些害怕，就是不知道默契怎么样，不知道进的开始溜样，我有乜嘅事情会发生错。不过我一直到溜样嘅时间我都冇想太多。不过到最后我们录影完了杀青了，我就想其实真的还蛮开心的，很美好，就是认识一个好朋友，然后我们又是很好的伙伴，而且不只是我们可以聊工作的东西，我们私底下也可以聊很多我们自己就是心里的想法。好，而且重点是我觉得互相学习。像阿弟古吉同步做戏，就做在同期后，在棚内其实有时候像这种儿童节目，需要有一些投入小朋友的角色。亚逢面感可能比较不那么擅长，但是可能跟阿弟古主持比较多集之后，我就会觉得真的老几好嘞，对，我很投入小朋友的那种感觉，那我也要试着多投入一点。嘿呀，对，就是互相啦，我觉得。嘿呀，真嘅好朋友、好 partner 哦。前面呢，当然我老大家推荐嘛嘅2、3人去用一人一句话来推荐下节目好吗？好。该我先，虽然讲马街黑 video 儿童 video 一激发太多了。就算讲唔係客家人，咩做啲事看馬街來學客家話。鼓手就唱太家準時數看。馬街，肯定一下，我身為家長，我真緊推薦大家咧，按好誒，按有志、按用心做嘅節目，大家聽出愛強下來支持哦，真係突然聲音咧強下來看哦，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阿權妹、阿弟姑，今日希望大家嘅收看長來聊聊，等下聽電線上做圓同咧。